佛经经典教育计划共碟使用建议：第一阶段听声音，第二阶段看文字、影像及经证破音字音，第三阶段研究经典真实义，第四阶段修持图像后灵体人解说，第五阶段扩大方法转正经典功德功德回向，愿以此功德普及有一切五顶有众生，皆共生佛道。